揾緊元朗靚盤嘅朋友，快啲過嚟睇下啦！呢一間村屋真係抵到爛，268萬中層連露台，仲要喺錦上路發展區，將來升值潛力冇得輸。大廳企理，空間夠晒闊落，做咗3房1次間隔。睇下3間房，每間都陽光滿瀉，採光度十足。主人房仲帶有小露台，有間做咗衣帽間，大個衣櫃儲衫，完全冇壓力。再嚟到廚房，做咗開放式設計 ，L 型設計烹飪空間闊落。煮飯嘅時候仲有大窗透風，中意入廚嘅你實中意呢個佈局。浴室都好整潔，設備一應俱全，完全唔使煩裝修，搬入嚟就可以直接享受。位置夠晒方便，附近就有西鐵站，仲有小巴站，想去邊都四通八達。依家268萬入手，呢個價錢買到3房實用戶，仲喺發展區核心範圍，真係抵到離晒譜。有興趣嘅你哋不如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睇樓啦，筍盤唔等人㗎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